过年伫要到啊，一寡人的贼仔上当的猫啊，台中太平呢有一个查甫人，昨下晡就摕10多公斤的假黄金去金仔店想要甲卖掉，不过业者检测了后，发现讲这黄金拢是假。工会表示讲，干那一个月伫台中已经有10多件类似案件，好民众含店家拢爱特别注意。没有在收。查某人用鸭仔底看到敢若黄金的物件入去银楼买鉴定纯度，啊，毋过头家一个看，感觉色水毋对。金仔无去色嘞？金仔无去色吗？无啊。有高低吗？有哦。那无证明是嘛几啊？无诶，伊个颜色比那色泽很差很多呢。查某人的口气真怀疑，佫摕真侪无共造型的假黄金，要求店主看好详细。头家以公普仪分析检测，确认是新铜合金。查某人最后只好离开。代志是伫22下晡，台中太平这间银楼，查某人摕差不多10多公斤的假黄金，好亲像想要卖。正常的话，我们收到条块就是方方正正，比较精致一点，但它自己融的就会变成是比较粗糙。黄金的价小创下新关价，23色金每一钱卖出价已经到台票19700块，无少人拢想要脱手换现金，店面会用真侪种方式来确认是毋是纯金。如果不是金的话，它稍晚会出现绿色啊、红色啊、黄色、绿色都有可能，就是其他金属的颜色色泽出来。如果说是纯金的话，那它色泽是不会变的。纯金烧过降温了后，会阁变转来黄金色，毋过含锾甲乌这个合金就较歹认。若新铜合金烧过了后会变乌色，为了避免争议，店面拢会使用公普仪来分析。工会表示，最近类似的案例真侪，这个月伫台中市知影的都有10多件。没有被骗的比较居多啦。OK，被骗的也是有，被骗的有的上当的人家不愿意曝光了。实施诈骗哦，已经达到着手的程度，所以以刑法的规定，就是会有未遂的问题。那诈欺罪又有处罚未遂犯。律师表示，这个查甫人最后虽然无骗过面，不过也是有可能牵涉到诈欺未遂。虽然头家坚持无报警，不过检方也是会当主动侦办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